各位觀眾朋友對廣告之後，繼續收聽持教國際。上晝禮拜節目內容，你同大家關心嘅係你啦選到美普林斯比重新通告之後外交嘅挑戰。兩禮拜啱是要動態轉變，我哋關注嘅點都係你啦日本外交嘅突破啦進展。兩位專家為大家繞場當中嘅做書片呢，係普京太后日本研究中心嘅何世信何主任主任好。主持人各位觀眾好。各位大家紹介係東海太后日本企業研究中心嘅陳遠峰陳主任，陳主任您好。東海大學陳遠峰，大家好。謝謝兩位主任再次來到我們節目的現場。不久之前，我正跟兩位主任在聚焦國際裡面談到，就是那時候何時要進口，其實兩邊鬧得很不愉快，有一些局齁。然後日本官方其實也對我們有多所不滿。那前天我看到這個新聞出來之後，交流協會證明某種程度，我們把它視為是一個外交的突破，然後也是幾乎是這個我們在我看1972年到目前為止最大的一個進展。所以這個時間點反而讓我們有一點點搞不清楚，不是我們還在有一點局齁不開心嗎？好像突然又大突破了。不過這件事情其實不是突然發生的啦，哈。那這個事實上，在這個過去馬總統啊這個任內的時候啊，那我們就已經跟日本在交涉這個事情哈。而且這大致啊，這日本也認同我們的這樣的一個看法。基本上我們這個事實上看到，在1972年這個中華民國跟日本斷交之後，那日本在對台的這樣的一個這個交流的一個窗口哈，它就叫做這個，它以前還沒有公益兩個叫財團法人交流協會，也沒有台北。然後基本上這財團法人很多的一般的這個民眾啊，事實上還以為這是一個商業組織，然後這個交流協會也不曉得是誰跟誰交流或交流什麼哈。那事實上那個像我們這個在社會上有一些這並不是對日本很熟悉的這個朋友哈，那他們還這個誤以為這交流協會是一個那個旅行社，對，就要慶城街要辦簽證哦，是這個。他們以為那個是一個這個等於是一個這個辦理這個到日本旅遊的一個這樣的一個代理商或者一個窗口而已哈。那所以基本上這樣的一個證明哈，那當然這個讓這樣的一個這個台日的這樣的一個這個這種窗口更明確了哈。那不過就是說我們覺得日本做的還不夠哈。那原因是這個事實上，如果你在台日的這個關係裡面，你還是只有這個透過這樣的一個所謂的一個民間的這個財團法，基本上用交流協會去包裝，它像是海基海協的感覺嗎？這還不也這個，當然這個有一點類似哈，那就是不過這海基海協是因為兩岸有這樣的一個特殊關係，對，可是對日本沒有啊。對啊，那我想這個跟台灣之間的這樣的一個外交，那日本這個過去其實他們這個一直在回避啊，有任何的這樣一個官方的這樣的一個色彩哈，或任何會跟這個官方有所連結的這種可能，所以他們用一個完全民間的這樣的一個這個交流，雖然這個交流協會基本上它100%的獲得這個日本的這樣一個政府的一個授權哈，它來處理，對，它來處理這個跟台灣之間的這樣的一個這個對外的，事實上也不只是整個日本這種，比方講那台日的漁業協議那個的漁業問題，比方那個他們的這個像農林水產省對不對，跟我們的這個台灣的農政單位，基本上也都透過交流協會哈，那所以這裡面等於就是說日本基本上這交流協會它有一個很大的法律上意涵，它用這東西去阻斷整個台日的這個交流哈，它絲毫沒有這種哈官方的這種可能或意涵的這種存在。但這一點老師講的，我相信觀眾都跟得上，就是所有的外交突破跟談判不可能一蹴可及，一定是長時間的布局斡旋。可是我剛才問的問題在於說，為什麼會在兩國有局齁，尤其是何時現在我們公聽會還有3場，現在又要延後召開，在這個時候，日本也可以選擇我不要今年就做啊，我不要1月1號做，我可以明年6月1號，我可以後年啊。他依舊是在這個時候做這樣的決定，會有什麼可能性？這是日本對民進黨政權或者是對台灣的撒嬌。塞奶，閩南話是塞奶，客家話一定也有類似啊，所以大家聽得懂。但是撒嬌是日本文化裡面相當重要的一部分，也是區別內跟外的很重要的概念。有一本書叫《甘えの構造》，就叫撒嬌的構造。所以能夠撒嬌的範圍是內。
也没有办法撒娇的范围是外。那我们被视为内了吗？没错。所以主持人真的是理解力非常的高超，所以也就是说完完全全日本人或安倍政权把蔡英文的民进党台湾当成内的一部分，所以说如果把前面的国民党政权当成外的状况底下，因为跟大陆的连接、跟中国的连接，是，所以也就是说，蔡英文海洋政权他一直主张跟海洋国家的大联合嘛，包括东南亚，是，包括日本，当然另外一个是太平洋的另外一边，但是事实上那个美国是太平洋的这一边哦，是，所以也就是说海洋的联合对上陆的联合，虽然蔡英文政权并不是这样想，完完全全是因为要跟中维持距离感，所以才产生对海的大接近，这是我的看法啦。所以说毫无疑问，在这样的状况底下，蔡英文政权跟日本不只是安倍政权，事实上它的相似度或同质性是比较合得来的。老师，这个内跟外这一点哈，我想进一步请教，因为你去看这个证明之后的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对。让我们感觉到，好像受到肯定的不是只有这个证明，没错，我们看到了台湾，不是台北，没错。那这件事情，我们在表面上看来是日本终于愿意回应台湾人的想要用国与国来看待两国关系这件事，那国与国怎么又会可以呼应到您讲的内外？我觉得这个会不会有点冲突？另外一边，也就是说，这是送给民进党政权的礼物啊。民进党政权一直强调的是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啊，或者是台湾优先啊。这个台湾共识。当然，现在美国优先也不一定被认为是完全正面的东西，所以从那边也可以反射回来。哎呀，台湾优先，台湾优先。老实讲，台湾的自主权或者是自主性等等，这个我在很多地方讨论过这个问题。你说台湾有必要那么样的强调自己的自主性吗？因为在历史上，台湾得到好处通常是在没有自主性的状况底下，所以包括这次日本对台湾的证明哦，在我来说100%是正面的，只能用正面去接受。所以在只能正面去接受的状况底下，但是跟各位报告哈，一定主导权不是在我们这一边。对，甚至看起来跟日本非常接近的民进党政权，所以是对方给我们，日本给我们的。日本把民进党政权当成内的一部分，但是是有上下关系的。所以说，也就是说，在没有自主权的状况底下得到好处了。特别是如果要拉远一点的话，川普跟蔡英文的电话对谈也是一模一样啊。我们需要这样的电话，需要这样的对谈去突破台湾跟日本或台湾跟世界的关系，这是民进党要的，这是台湾要的。但是在这样的状况底下，仍然不是我们主导啊。虽然努力过了，也许你可以这样说，所以在这样的状况底下，不具自主性底下就可以得到这么样多的在世界史上的利益的话，所以一边我是主张不用那么过度的去强调台湾的自主性，另外一边的话是要思考这样的在没有自主性底下得到的好处，不过就跟日本跟美国之间丧失了自主性，从属于美国而得到好处，是非常相像的事情。来，假设我顺着这个陈主任这一套理论下去讲，假设我们把对外关系的各种障碍视为一个很牢不可破的桎梏，我们现在突破了第一个点，假设从日本这个例子开始讲，在这个突破之后，接下来能怎么样后续的把其他的这些限制一一的拿开？比方说，我们就拿日本来讲，是不是跟他们对口的亚东关系协会，我们也来证明，他能怎么证明？那第二个，台北驻日本的经济文化办事处，是不是台北也变成台湾了？其实，在日本的法律里面，哈，这台湾其实，如果从日本法律来看，那当然它不是一个国家名称了。那因为这战后基本上，这日本他们对台湾的这样的一个定位，哈，那实际上日本很清楚，到现在这个他们的这样法律立场还是没有变。这就是台湾是他放弃的这样子，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那放弃的一个领土，那他现在的一个主权归属，日本是无权智慧啊，
是那这个像之前这个日本驻台代表的斋藤正树啊，他前面讲对了，可他后面这个他的这个发言基本上这个跟日本的这个立场这个他有所出入，所以后来日本政府也不帮他背书他这个在台湾1年之后就离任了所以很清楚的这个台湾这个在日本的法律里面，基本上它并不是一个这个国家的一个名称那所以它这样的一个这个所谓的一个日本与台湾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交流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说法那当然这个不在法律上这个去构成，就是说他把台湾这个提升到一个国家的这样一个位格了。换言之，这里面事实上我们也不必过度去联想，就是这里面是不是必然的会产生这个国家跟国家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关系那因为这个在法律上，其实交流协会本来就是一个民间机构。顺势而为，接下来就从亚东关系协会跟驻日代表处的改名开始做。事实上，如果是维持这个操控权会在我们手上吗？当然，我们跟日本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不可能这个所有东西都由我们这应该是两边先谈好那事实上，现在我们跟他的这样的一个这外交，那采取用现在的一个亚协跟这个交流协会的这个方式，也是在1972年之后这大家说好的，而且这个基本上这样的一个亚协跟交流协会都是属于在法律上都是属于民间，那反而是我们中华民国。基本上在马总统的时候，我们已经把亚协把它虚极化。那换言之，就是把亚协的这样一个业务全部都归口到这个我们中华民国外交部的亚太司换句话说，现在直接就是由亚太司在过去马总统的时候这直接是由亚太司然后来这个节制这个我们对日本的这样一个外交。那反而是日本自己那边放不开。日本因为这个日本基本上它的一个交流协会，它是一个实体化的一个组织。当然这里面它有人有权还有钱但是在人的社会里面，这当然这个是一个也是几十年，当然成为一个这个对台的这样一个利益团体了。那所以其实这边这个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我们中华民国能做的都做了那现在就等日本那我认为如果说台日关系真的要开大门走大路那很简单，就是我们亚东关系协会其实上也不用改名既然虚极化的话，那我们跟日本谈，大家干脆把这手套拿开来了，直接握手，官方对官方，这个戴着手套握手没有温度那你要拿开手套这握手才能感受到你的手的温度。当我们在握手的同时，不要忘了关键的旁观者，那是谁？中国大陆马上就跳出来反应。那我们也很好奇，日本为什么甘茂这样的，他明知道中国大陆一定跳出来的，那对他而言，这个时间点，他其实是根据什么来考量做出这样的决定？比如说，在美国弱化，中国崛起，特别是中国的出海，因为航空母舰都出来了。对，然后日本也你看，对中国是正面还是负面，高度关心是这个另外一回事。但是中国出海的那样的强大的欲望。海权兴国这样的展现，大家都看得到。所以日本当然最直接，比如说2次世界大战之后，前线都不在日本比如说日本人还在美国占领底下的冲绳、南北韩就是南韩，台湾的金门马祖当然是最前线，反而日本的本土是躲在后线，所以只做一件事，发展经济，完美的达成了高度经济成长，所以说牺牲了台湾。牺牲了冲绳，牺牲了南韩，日本得到好处这件事，现在大转换了。日本充分感觉到自己已经快要，或事实上已经在前线，因为中国的力量，或者是北朝鲜的核子武器的问题，甚至苏联。或苏联瓦解之后的俄罗斯，苏联瓦解的时候，1991年，大家突然放了轻松起来，所以比如说美国的克林顿政权比尔克林顿政权的时候，非常强力的发展，把军工的产业转往民生科技过来，所以产生了比如说网络产业的大发展电子产业的大发展但是现在最直接的反而已经变成中国。因为冷战结束之后的崛起，完全变成海洋国家的日本跟美国的大威胁。那这个日本充分的感觉到，而且在美国的新的领导人到底要往哪个方向走，大家都还不清楚的状况底下，反而一直都不安定的日本成为最安定的力量。所以反过来在教育美国要告诉你自由贸易的好处告诉你好好的发展海军，留在东亚对你是有好处的。但当然另外一边是日本的紧张。日本的紧张，所以不断的挑衅，所以昨天也发生一样的事情说不定这个节目等一下也要讨论，比如
说又有很重要的政务官，防卫相靖国神社。对 ，OK， 来，老师上半场的讨论，我相信我们的观众可以比较了解到，这个简单的证明背后其实有很多我们值得去关注的地方。那下一点，刚才老师讲到美国。安倍又到了美国，而且他破了纪录，是第一个在美国现任总统的陪伴下去了珍珠港。呢一件事情有哪啲觀察嘅重點？先了解下，啱先轉嚟。反正到討論嘅現場，看到日本有關世界教授就講到嘅，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搬到美國嘅夏威夷，讓美國總統奧巴馬看下悼念第二擺世界大戰嚟到事態嘅變呢。來，老師，這件事情我們相信，可能有其重要性，包括說我們看到他成為第一個日本首相跟美國總統同時在這個太平洋墓園弔唁的人，那我們怎麼解讀這個？算是一個之前在奧巴馬到廣島的回訪而已嗎？当然，他这个是一个这外交的一个回访了哈。那当然，那个在这个2016年哈，这奥巴马他利用这个 G7 哈，这今年刚好在三重，那在旁边而已，所以他就到广岛。那当然，这个是这个在战后啊，这个美国这个第一个这个现任总统哈，这个他到了这个在日本的2个这个被原子弹攻击的这城市之一哈，那广岛。那当然，这个日本人很非常期待，就是说这个你奥巴马来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啊？这个对于这个你当年用这样的一个这个等于是核攻击哈，然后来进行对日本人的道歉。当然，这奥巴马当然并没有这个回应这个日本哈。那所以这一次这个这个安倍啊，这个到夏威夷啊，我想这个他也是啊，这个用同样的一个立场啊。那对这些这个当年在珍珠港哈这个阵亡的2400多名的这样的一个美军将士的这个家属哈，那当然他们很希望从这个日本首相的嘴里哈，这听到这个他对这个当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在珍珠港的杀戮那个能够道歉，但是同样的安倍也没有哈，所以这个在这个问题上面，我想这安倍他是强调的，就是说这和解不一定要道歉啊，是啊。那不过这个我要说明的就是说，不道歉怎么和解？那个日本跟这个美国的历史基本上跟日本跟东亚国家的历史是不一样的哈。那我们看这个安倍在这个过去2015年，这个他在这个战后70年谈话，或者在之前这个2015年他在美国国会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谈话里面，我想他整个这样的一个这个基调很清楚哈，就是说这个就是刚刚陈老师讲的哈，这个不谢罪哦也可以啊，这个两边也一样和解，而且可以建立非常深厚的这样的一种情谊啊。密切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种这个商业贸易的一个关系哈，甚至于是一种这个军事安全同盟哈。这个在世界史上，他们认为说美日同盟就是一个最好的这样一个例证。不过不要忘记了，这个美国跟日本的关系基本上跟东亚国家跟日本关系是截然不同。那有3个字啊，就是在70年里面谈话里面提到的，就是说一个战争、殖民跟侵略，对不对？是。那美国跟日本基本上它是一个战争的历史哈，但是日本跟这个东亚国家之间呢，基本上它是一个侵略跟殖民的历史。那侵略跟殖民的历史基本上不可能不经过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一个不道歉就是不行，这种道歉，然后就能够获得所谓的和解。OK， 老师这一点哈，正好是我接着要问的问题，这是我们看不懂日本的地方，就在。安倍虽然他说他没道歉，就是吊唁而已。在同一天，我看他的内阁成员金春亚弘，然后昨天那个这个防卫相更重要的对稻田朋美。那究竟日本在演什么？如果我们说安倍演出一场完美的这个吊唁戏，那他的另一面手法又派人去拜这个靖国神社吗？这就是侵略，这就是殖民，我们最无法接受的。那他究竟在演什么？所以虽然从日美同盟来看的话，日本跟美国合在一起，但是再怎么说，美国都不是日本的内，所以说才从日英同盟再到鬼畜美英，马上又变成日美同盟，这个完全中间都不用休息。
所以也就是说日本只要状况一变，因为我常常说的空间的气氛、空气只要一变，什么都变了。那另外一边，也就是说，对于在外的美国所进行的发言，也就是说立场两个字是日文哦，立場，站立的场所。就是你站在哪一个场所上的发言、表现、行动、取向，等到你到了另外一个场，就你站的另外一个立场，就你站的地方不一样的时候的发言、行动又会不一样。所以立场，塔吉巴，日本人讲话的时候一直挂在嘴边的啊，不要让你的立场不好，不要让我的立场不好。来到这个节目就尽量让主持人要问的事情问清楚，要发挥的讲明白，而不是我们两个一直讲，对不对？所以这样就有伤到您的立场。所以也就是说，日本人一直在脑袋里面天生的，或者是在社会化里面有这样的东西，所以这是文化型的东西。所以它绝对不是金春讲的时间纯属巧合。No， 还有另外一边，日本的右翼也一直在强调这件事啊，那个防卫项就是一个极右翼的，没有错。战争是胜败的问题啊，因为我们输了，所以变成战犯。如果我们赢的话，战犯是谁就不知道。所以这个是胜败的逻辑。所以我也经常讲这件事啊，日美关系如果要重来的话，只有一件事可以做，再打一仗。所以也就是说，既然没有办法在打一仗的状况底下，这种暧昧的或者日本人不承认失败，或者是也不愿意道歉，这样的状况仍然会持续下去。但是又要从日本跟美国的关系里面得到大的好处，这个已经决定了吧，各位。老师，这个很好玩的地方就是你把时间拉长来看，尤其是最近这个世界局势的变化。你看上半场我们讨论我们自己台湾有新政权，政党轮替。美国1月20即将川普要上任，外在的变动不变的是谁？不变的是日本。安倍，你看2012年他这个第2次当首相之后，那时候奥巴马跟他见面，那个安倍的被冷落，13年他上任没多久，马上就去找奥巴马，跟那个时候日美的误解是怎么经过这个4年的时间，好像这么自然就和解了。事实上，这个这安倍啊，这当然他现在这个对话的对象还是奥巴马了哈。但是我想他已经只剩下你看，但是他最想要这个但是他讲这些话不是给奥巴马听的哈。我想在很多的东西，我想在那个夏威夷的他这样的一个讲话，基本上有个不在场的听众哈，而且他那个听众基本上他是最想要让他听的。那他用错方法，他应该用 Twitter。Twitter 一个有字数，他就有100多个 character， 他没办法哈，这个他没办法讲清楚哈。那所以这个你刚刚讲到就是说这个日美这2个国家基本上这个之前这个奥巴马基本上跟日本之间问题在 TPP， 不过这蛮好玩的哈。我们这个如果听众这个观众还有印象的话，当年这个奥巴马哈这个他到这个日本去这个应该是3爷教子啊哈，然后这个希望这个日本啊这个能够啊这个在 TPP 的问题上面拒绝汉拒，对，这不要这个再踩那么硬，特别在这个一些农业的这个服务业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上面哈。那不过就是说，你看时过境迁了，现在日本其实倒过来哈，就是说这个其他的这个11个国家这个纹风不动，因为这个另外10个国家看着美国老大哥已经要这个脚底抹油要跑了，他们都不动哈。那只有日本哈，他在这个川普当选之后，他还这个等于是印在国会里面哈，这个众参两院去通过 TPP， 这理由非常简单，他希望用这个东西把美国给留下来啊，因为川普他基本上他是共和党哈，而且他是一个非典型的共和党哈，那基本他上来之后他会采取什么样的一种亚太政策，这里面充满不确定性。那过去整个安倍他基本上他的外交政策的一个，特别在这个整个这样的一个亚太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全球化的这样的一个次序的一个建构里面，他的一个基本的想象。基本上是一个这民主党继续主政日本哈，所以这也是可以这回答你说这为什么川普上来之后啊，他这马上啊这个在1个礼拜的时间呢，他就到他的这 Manhattan 的这个家哈去跟他见面。这在过去日本的首相根本不会干这个事情哈，因为美国是总统制的一个，他基本上他并没有所谓的看守内阁的问题哈。你看这今天的这个奥巴马总统哈，他还下令的这个把俄罗斯的一些这外交官对这个因为这个你看他还是
这个展现他大权 To 在 last 握， minute，最后一秒他都最后他还是还是总统。总统哈，他甚至在最后1分钟他可以动用美国的核武哈。那所以基本上这个现在的这个日本，那这就说不通啊。那我们还讲说，他是讲给川普听，他其实讲给这个奥巴马听，依然有其效力在。不。基本上，这日本它是一个内阁制的国家哈。那我想他他可能并不太了解啊，这美国总统制啊，他跟内阁制的这样的一个在权力运作上的一个差异。不过对日本来讲的话，基本上他现在能够做的就一个，他就是只能够采取一种叫做预防式的平衡外交。因为任何的日本的专家，我想在现阶段也没有一个人能够说得准。你川普上来之后，你到底在日俄的关系上面哈，我要怎么走？因为这里要看美俄关系怎么走。那美俄关系是不是会如川普这样的一个如意算盘拨的，就是能够和解？这里面还有欧盟的问题，欧盟跟俄国的问题，还有你美国，你看今天的奥巴马这个大动作，事实上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未来川普要推动跟俄国的和解没那么容易了。是老师，那就讲到和解。安倍自己讲，这一趟去美国是象征和解的力量。我们对上这4年来，就是在希拉蕊当国务卿的时候提出这个亚太再平衡 （Back to Asia） 这件事情，这会不会是亚洲再平衡的句号了，还是只是一个逗号而已？日本毫无疑问需要美国留在东亚，所以在夏威夷展现的日美的和解，与其说是给川普的暗示，不如说是非常强大的给中国的明示。而且马上回到日本的安倍跟防卫大臣，可是当然已经是说好了，是千万不要认为是防卫大臣，就我千万不要，因为去年也演过一次，在韩国在汉城，在首尔，然后在首尔慰安妇的问题用10亿日币很小的金钱解决，但是有象征意义，他的太太马上去靖国神社，同一天，安倍的太太，安倍的太太，不是防卫成员，是安倍首相的太太。今年又演一样的故事啊，所以这个全部是安排好的，一边和解，另外一边对中国挑衅，所以挑衅的当然是日本，但是我的。